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的本土病例一个手超过5000例。为特别维持医疗量能，行政长苏贞昌昨嘛同意要缩短居家隔离的天数，嘛要缩小扩列的范围。疫情指挥中心有提出3天加4天的新制度，也就是隔离第4天，快筛阴性的就当挂嘴暗出门。严格实施的配套甲细节，即马爱搁甲地方政府参详，才会公布实施的日子。本土高级确诊病例一直升悬，因为今年1月初以来的本土病例有99.5%，拢是轻症甲无症状。行政长苏贞昌召集相关部会讨论居家隔离一数甲扩列范围，避免医疗量能体系压力伤过大。指挥中心指出，3+4新制，也就是3天居家隔离，第4天快筛阴性用出门，按过爱全程挂喙安，免伫餐厅内底食饭、参加大型活动等。另外，也扩大范围，减少做确诊者的共大亲友，无搁扩大伫办公室有互动的同事。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3+4实际上只是估计日数减少，相关的行政作业流程并无改变减少，依然爱用大量公务人员来处理，呼吁爱整体居家转型，以居家快筛加自主健康管理，将防公会人力全力集中照护确诊病人。指挥官陈时中24下晡也对居家相关措施回应，在准备当中讨论完对公布。基本上还是一步一步来哈，那进来缩短居隔哈相关的一个天数或它的强度啊，这2天大家都在准备哈，那讨论完成之后就会来公布。居家隔离日数为即卖10天，有强势减少天数到3+4天，按过相关细节内容，依然爱等指挥中心甲县市政府参详了后，各决定实施的日期。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咱国内本土病例超过5000例，新北市同款上济有1731例。另外，阁有新增加一个重症的个案，伊有做过3档预防射，伊本身有慢性病，即马当伫家护病房治疗。指挥官陈时中是预测讲，疫情上食力的时，一天有可能会超过4万人确诊。若咱全台湾应该会有500万人去围着，呼吁民众爱紧去做预防射。若地方政府嘛爱先做好准备。捷运松山站一透早排队就排甲落落长，拢是来自高端疫苗的民众，甚至下晡2点才要做的莫德纳疫苗，早时10点就有人来排队。疫情咧拖，袂少民众赶来做疫苗。台北市卫生局24就伫台北车头捷运松山站安排，互民众现场挂号注射。怕排不到，因为我看现在最近很多地方疫苗都接种都满了，越来越多人确诊了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4表示，新增加本土病例5092例，台北入境80例，目前居家隔离人数79000人左右。新增加的确诊病例之中，增加一个重症，10个重症案例，目前中重症比率是0.36%。一位是重症，是50多位的男性，那打过3剂的疫苗。好，那他基本上有一个糖尿病的病史，哈，那在加护病房，那使用呼吸器。重症的病例哈，从78人又增加10人，那重症的人数由7人增加1人，中重症解隔离的24人。疫情加悬嘛，提升注预防射的意愿。23虽然是假日，但是注射的人数有93000多人。目前注一档的比率是84.5%，2档79.9%，对甲这个比率来到57.75%。明天会再把这个20万剂往下发，那总共会在有48万剂，有48万剂，那约略可以供90万人来施打。下礼拜中就应该有另外一批137万的疫苗会再进来。BNT、上海复星的3方的合约，还有辉瑞，相关的合约近日也会来签订。但市长表示，未来体检规划会伫民众自我体检的时，就使用快筛试剂，但是快筛出现阳性，则使用 PCR 体检进一步确认。快筛试剂是明仔计划会拼5月份开始实行。但时间我们约抓在5月初要来把实名制上路，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5月份在这个实名制上面，我们至少会提供5000万剂。但市长表示，确诊人数会继续行，成长速度会真紧。目前按照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估计，上悬点一天会增加4.5万的病例。若是以上悬一天增加10万例的速度，整体患病人数会有350万到500万。目前以这个数字来做药物准备。记者郭根正派文台北报道。
再来国际上上新的消息来看，法国嘅总统大选24昨昏举行第2轮的投票。根据民调的结果，现任的总统马克宏伊摕到58%的票，成功连任。伊强调，伊是所有法国人的总统，伊嘛将做法国20党来头一个连任成功的总统。欧洲各国的头人拢有甲祝福。那伊的对手极右派候选人马林勒庞，伊摕到41%的票，增加幅度真大，加7%。在卡小斗阵到会场，法国总统马克宏第24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根据民调机构公布的结果，以58%的得票率成功连任。Du 24 avril 2022, une majorité d'entre nous a fait le choix de me faire confiance pour présider notre République durant les 5 années à venir. 马克宏用绝对领先的优势拍败其右翼候选人马林勒庞，加做法国自2001年15年任期以来头一个连任的总统。欧盟理事主席马歇尔、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英国首相强生、德国总理肖兹甲荷兰首相吕特等欧洲领导人拢敲电话祝福。马克宏在胜选演讲当中强调，要做战法国人的总统。Dès à présent, je ne suis plus le candidat d'un camp, mais le président de toutes et tous. Et je sais que pour nombre de nos compatriotes qui ont choisi aujourd'hui l'extrême droite, la colère et les désaccords qui les ont conduits à voter pour ce projet doivent aussi trouver une réponse. Ce sera ma responsabilité et celle de ceux qui m'entourent. 支持今年总统大选投票率只有63%，比顶一届2017年加2个百分点，废票率各有28%，与1969年31.1%的罕见纪录差不多济。极右派候选人勒庞这摆得票率41%，比顶一届差不多34%，成长幅度真惊人。勒庞在法国东北部地区甲海外领土拢得到较悬的支持度。佮伫拜选感言时强调，这是一场真大胜利，佮呼吁支持者若过国会选举当中爱团结。Les Français manifestent ce soir le souhait d'un contre-pouvoir fort à celui d'Emmanuel Macron, d'une opposition qui va continuer à les défendre et à les protéger face au délitement de leur pouvoir d'achat, face aux atteintes aux libertés, face à la remise en cause de nos services publics et de notre système social, face au recul promis par Emmanuel Macron de l'âge de la retraite, face à l'insécurité, à l'immigration anarchique et au laxisme judiciaire. 不过，大选才拄结束，巴黎甲东南部第3大城里昂拢出现民众上街路示威，群众向警车射烟火、摕火把甲标语抗议，也让马克宏第2任期还未开始，就出现状况。公司新闻地为人评析。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高温小热，袂输热天同款。西半部高温有36度，若过到了后是爱洗至西北风。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水气有比昨昏较少啊，以大台北、宜兰各地山区过道会落阵雨为主。若花东规天不时是有局部阵雨。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是到黄灯的黄色的高温灯号，高温会到36度以上，日头是真美。若今仔日西半部外岛到大棚，尤其金门、马祖、桃园拢爱洗之。拜三的时，因为东北风会增强，水汽会变济，东北部会小可降温，卖落地渐阵雨。到拜四日时的时，水汽就会减少啊，卖随回温。另外，南海即马有热带扰动正在发展，4月底、5月初有可能会变风台，水汽嘛有可能会影响咱台湾，也毋过这部分还阁需要观察。因为代替有员工反对公司化甲改革的内容，发起劳动者无要加班，要依法休假。地属5亿劳动者年假会因为卡手不够，无法度出车。代替已经宣布5月初一所有车帮拢要取消，嘛有公开向民众回示的。若工会是批评交通部甲代替一直拍比整牌，刷落无要来参详。拍开代替官方网站出现代替局长杜伟签名会示例批，针对公益劳动节代替表定列车全部停驶向社会大众会示例，因为劳动节这一天代替工会发起依法休困无要加班，交通部规划应变方案，毋过民众不同款的看法。本来是要30到2号嘛，那虽然他停的是5·1，但是也是怕有什么意外，所以就取消了。对我们来说会不方便，但是就是尊重。如果是不能做，就干脆大家就不要出去这样。有的不太方便啊，
有时候坐客运什么，有时候不太方便。有人表示，尊重代替员工主张劳权，要民众行为，确实影响回乡或者是旅游的计划，代替呼吁民众取消或者是改行程。因为现阶段工会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撤回。那在这个时间点，在民众需要交通服务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工会去主张依法来休假，那这部分我们只能够说内部持续在沟通。他们好像在打悲情牌，这样就是认为说工会好像不愿意沟通，决定要休假。但实际状况是，他们根本没有好好跟工会还有员工说明。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说明都不愿意做的话，那就是也没办法，我们要做这样的活动。工会认为交通部甲代替一直拍悲情牌对交通部帮助。对了，佮表示抗议依法休困的主张也坚持要求撤回，已经完成初审的代替公司化草案。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咱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男子射箭队昨昏伫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金牌的团体战，但是以6-0赢意大利，摕到金牌。女子团体部分2-1的时已经摕到铜牌，但台湾队结共摕到1个金牌、1个铜牌。来看联合报。咱政府即马正在推动恢复1年的兵役，国防部正在研究要互义务役的阿兵哥优先编起每一个作战区新编的步兵海岸守比例，虽会当当做会当用的兵力，若其他的部队同款是依次专职愿役。来看《中国时报》。宪法法庭审理健保资料库开放予研究单位这部分敢有违反宪法的大法官解说案，26个时就要进行研书辩论庭。医界、学界即马拢认为应该开放，嘛讲若是无法度使用这个资料库，对咱台湾未来的医疗发展会有受真大影响。不过人权团体是回应讲，伊唔是反对使用，伊是认为民众应该有自主权，会当来通选择讲敢要服用。不过现处事的方式拢无经过当事人同意，即安尼敢有违反宪法，就等大法官来决定。继续关心疫情，昨昏台北、新北的本土病例拢超过1000例，因为确诊人数即马愈来愈多，可能隔离的人嘛真多。佮用永贵的疫调方式，安尼就袂堪食。新北市已经提出5万用自主健康管理加快筛这款方式来代替隔离。若台北市嘛惊防疫人员卡手的无够，所以按算要拜托企业来斗做。来检查那个内容。拍开关怀箱看内底物件，台北市政府市长郭文泰甲黄珊珊之前接触确诊者被居家隔离加隔第一天，两人分别去各行政区关怀中心视察。对未来疫情发展，郭文泰分析，本土确诊人数高峰可能超过5万人。黄珊珊承认疫情大爆发，即卖防疫人员恐惊无法度对照确诊加隔离人数，企业是未来基层防疫的重要角色。就算我8万公务员都下来，还是没有办法服务每天5万人的量。所以一定是可能在职场，就是公司他自己要去确认他自己公司里面，如果确定有，他们可能就要通知他，然后请他居隔，然后给他防疫假。我觉得这个将来就是由各自的企业单位来负责，政府就是去照顾那个最需要的地方。台北市只是增加本土确诊1027例，桃园市1071例，新北市1731例，也是全国上悬。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5会搁甲地方首长开会，除了因确诊是毋是将居家隔离日数减少到7天，也会搁一摆争取试办居家转型。居隔转型里面，一定要做居家快筛，加上自主健康管理。更重要，它匡列的对象里面，它是精准的匡列，匡列到确诊同住家人或亲密的接触者。那我们整个医疗的动能够确保。侯友宜强调，用居家快筛甲自主健康管理方式取代居家隔离，减少居家人数，应维持社会正常动能甲医疗量能。新北市拢推动防疫人员比较医护人员用体检代替隔离。台北市自20日开始，新北已经定步中央得到同意了，就马上做。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滚甲快筛试剂抢市，也过说拢买无。昨昏全联大台北地区的分店，计共有提出2万支出来卖，也过一时就随卖了了。疫情指挥中心有强调讲，伫5月初后礼拜开始，咱就当用徛名册方式来买快筛试剂。若网络即阵有咧封杀的日期，拢是假消息，乡亲唔通互骗去。
吗？还是放篮子？今天有快筛，快筛卖完了耶。卖完了。对。民众买无真失望，9点外检查试剂就卖完啦。昨年伫台北新北归乐糖园有药商执照的许可的391间门市，有卖叶皮的检查试剂含量2万组，卖完为止。未少民众赶紧来买，就是因为这阵疫情一直唱悬，工作上也需要检查证明，造成大家拢买无。其实现在都买不到，因为小朋友他们公司要用，那都买不到啊。所以想说刚好这里，昨天看到新闻好像说可以，这里有，我就来买了。检查试剂无货，药局拢打出广告，不过每天也是有20-30人来问，药师也是真无奈，4家拢叫无货。进前行政院宣布123万5千剂的检查试剂，临时补回到全国通路。不过基层的药局讲，并无收到这通知，所以讲也无多来提供给民众。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的消息，不像以前的口罩，他会先来跟我们讲说会出多少口罩给我们，有哪一个通路上会给我们，现在完全都没有，我们已经排进去，但是说什么时候要到货，给多少货，目前都没有。民众想要买检查试剂，网络更加传出2个检查的实名制就要来实施，大家拢打电话去药局问，指挥中心赶紧澄清这是假消息，实名制5月初才正式来上线。下周一没有，这是一个假的讯息哈，请大家不要转传。好，那转传这是有处罚之余哈。快速检查实名制介绍应该使控制在一剂大票100块左右，每一张健保卡每一摆买1份5剂。但是中讲，这阵头一波会使提供1000万份。药师工会也伫调查有意愿参加的药局，这阵已经有4200间的药局加入实名制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2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5172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是56468例。中国病例伫 WHO 的病例数字是超过99万例，日本超过766万例，韩国超过16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伫法国即阵是超过2800万例。镜头来中国，中国坚持要清零，要抓出所有的病例，也毋过疫情也是压袂落来。第二是昨昏，因的确定病例超过2万例。若根据德国媒体报道，中国官方即阵看疫情已经压袂掉啊，打算考虑要进口 BNT 预防剂。中国疫情也是真严重，临时公布新增加本土病例21796例，总计确诊数超过20万例。风城的上海疫情也继续伫拖，更加新增加39个本土死亡的病例，创下新冠的纪录。就连首都北京也真少看新增加22例确诊，达到2位数，出现恶化情形。有期未来这个案例也继续增加。目前已隐秘传播了1周，感染者人群多样，活动范围广。目前已涉及学校、旅行团及多个家庭。中国防疫坚持动态清零，毋但引发变化，疫情无快落来，更加出现清关的情形。不过，中国官方也是强调，会加强防控来阻止病毒伫社区中传播。因为老人甲囡仔疫苗注射率相对也是较低，疫情管控若放松，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加死亡的情形。那它的结局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肯定是广泛的传播。很多的重症和死亡，这个数量就是巨大的。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那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虽然中国最后挖靠自产的科兴加国药新冠疫苗，不过德国民间周刊报道，随着上海这所在疫情一直拖，中国改变原先敢若用国产疫苗入场，考虑引进德国生产的 BNT 疫苗。报道讲，未来几礼拜 BNT 会甲中方的代表来展开谈判，有希望得到批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关心国际上的战争，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3个月。上新的消息是，乌克兰是证实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因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到基辅啊，伫要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俄罗斯的军方是继续轰炸敖德萨的主题区，有造成8人死亡，内底包括一个才3个月大的红孩啊。
根据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时已经到基辅，来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访问基辅上高层的官员。泽伦斯基进前捌表示，会向美方争取有关重型武器的代志。不过，俄罗斯军队自杀集中对乌克兰东部甲南部地区空袭，敢若是对南部乌海大港敖德萨投射至少6粒巡弋飞弹，其中2粒闪过乌克兰刺针飞弹，哪扎落在主地区的公府，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其中有1名才3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泽伦斯基迄一天伫基辅地下铁车站举行开战以来第一场国际记者会时阵，真激动骂俄罗斯军队。Началась, когда этому ребенку месяц был. В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вообще, что это для этих, что это вообщ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донки вонючие. Как их еще назвать? Других нет слов. Просто подонки. 死守伫马里坡阿苏钢铁厂的乌克兰国民卫队阿苏军团23对国际媒体发布妇女甲囡仔藏伫钢铁厂地下室影片，佮表示有将近1000名百姓受困。Берите нас отсюда.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ирное небо. Мы хотим дышать свежим воздухом. Вы просто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что для нас сейчас значит покушать, выпить сладкого чая. Для нас это уже счастье. 马里坡是阿苏军团的发源地，普廷要提头一个目标。泽伦斯基警告，若马里坡最后守军被台时，甲俄罗斯的停火谈判马上会停落来。公司新闻郑慧仁报道。这场战争开始拍以来，乌克兰第3大城敖德萨防攻击是愈来愈接，当地人是用造兵来传达对国家的支持。当地民众嘛表示，虽讲因无希望战争，也毋过已经战甲打，因嘛做好准备迎战，绝对袂落软。兵展馆为一只蓝色的鸟仔，将俄罗斯战机掠碎，卡达俄罗斯军舰。国声暗暗咱是乌克兰人，这是乌海西北方重要都市敖德萨城内出现的街头技术。Сейчас важно заявлять о своей позици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сейчас нету полутонов. Сейчас либо черное, либо белое. Мы все объединились в одном порыве. Мы все стремимся к победе. И каждый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приближает ее как может. Кто-то поднимает дух котами, кто-то волонтерит, кто-то воюет на передовой. 敖德萨将暗乌海控制权是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俄乌战争以来，俄军伫东边130公里的尼古拉耶夫抵抗俄军。这段期间，敖德萨遭到攻击无甲10摆，甲首都基辅、马里坡比起来是好真济。除了暗时9点了后宵禁，甲附近港口加一寡路上刷包以外，基本上日子甲平常时同款。Люд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одолжают жить своей жизнью, и в этом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е отличие Одессы от других городов. Одесса всегда умеет жить, Одесса умеет веселиться и смеяться. И это не легенда о городе смеха, это просто стиль жизни. Смеяться над врагом гораздо приятнее и более ущербно для него, чем бояться его. 这个500万人口的港市，用靠洗街头为兵来展现自由意志。当地民众表示，虽然伊希望战争唔通来，不过已经做好备战。Today, me, my friends, my surrounding, a lot of people around me, my patients, we managed to live with one day. Like today, it's fine. Today, I can have that cappuccino. What's gonna be tomorrow? Well, maybe it will not be any tomorrow. 公司新闻郑慧仁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北海道一只观光船沉去，有26个人跋落海，即马有找到10个人拢罹难，阁有救到一个囡仔，已经赶紧送病院。来关心美国白宫发出声明，美国总统拜登接受以色列总理的邀请，最近就要去耶路撒冷访问。来关心日本上新的研究是指出讲，有买一成的确诊者出院了后，出院一冬内，也阁有老病尾会出现后遗症。会疲劳、筋骨会无力，这是上接看到镜头。继续关心2022年巴西的听障奥运，伫5月初1后个月就伫要伫巴西举行。
即阵，咱台湾队计共有39个选手去参加8个比赛项目。即礼拜就要带乡亲来认捌这个听众运动员，咱先来看评判。咱伫这个项目是真厉害，伫顶一届咱有派出4个选手，咱伫团体赛、双打拢有摕到银牌，伫男子单打嘛有摕到铜牌，实力是真坚强。若即摆咱是上准金牌，希望甲金牌摕回来。为大学开始参加天舞，杨正宗已经是参加过4届比赛资深选手，捌摕过3面天舞团体赛金牌，也有男双金牌，1个金牌，1个铜牌。伊准备要出国，已经调整好状态。目标一定是金牌，希望可以把8届的金牌带回台湾。2017年扫墓松天舞甲杨正宗配合的黄玉祥也是主力。迄时阵因为输予中国失去金牌，无甘愿的目屎流落来，伊即摆要搁拍拼，挑战更加好的成绩。已经就差不多，准备差不多，就因为碰到疫情啊，也差不多训练时间就没有像这样系统性训练，对，但体能要回来也花蛮多的时间调回来，对。然后，但心态上会比较成熟一点。队长上少年罗素杰去年才拄大学毕业，伫国小做教练，为了训练工作也拢停落来。因为我不是公司那种的专任教练，对我是属于外聘的教练，对，所以只要没有去学校就会没有薪水。可是目前是因为协会有给我们训练津贴。听众选手人较少，养成也无简单。罗素杰是为国小5年啊开始加入校队，红过大家斗阵训练，表现伫后边，还搁家己另外找教练一对一指导，透过一直练习，才有今日的成绩。即幕选手伫上山家乡训练，有成前国中、上山家乡甲北市大听众评判校队，其中不少是全国上好的选手，对听众选手来讲是一个真好的磨练机会。到这边练习呢，就可以把那个基本功弄个很好的底，对，然后因为他们那个速度都很快，所以可以问那个听到奥运的那种情况，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过角东也捌伫2009年天舞团体赛摕过金牌选手，伫太太支持之下全力备战。每一个选手拢暂时放下工作甲家庭，伫疫情之下，巴西南卡西亚斯天舞争取上好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射击这个项目，咱的选手柯明瑞伊才16岁，是即摆咱台湾代表团内底上届少年的选手。那资深的选手还有高雅茹，伊是第4届参加。另外一个资深的选手是廖瑞友，伊拢把握时间咧加强练习。专注认真、稳定完成动作。台湾射击选手高雅茹2009年捌伫台北厅学摕到1块银牌、1块铜牌，更加伫今年的新疆运破全国纪录，有18个比赛经验。这是太大好了嘛，对不对？我抓起来2个觉得，因为他们2个都没有出过，也没有长得不多，对，希望可以致力到那边好好的比赛，就给他排回来。另外一位选手柯明瑞今年才16岁，也是这届听众奥运上少年的选手。头一摆参加比赛，希望会当拼头名转来。好啦，第一名，他拿去排回来。雅茹本身在射击技术上、经验上是很足够的，剩下的就是这个场地啊，能够提供他多练习的这个机会。那明瑞刚刚才打完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也打完一个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成绩都不错哈。那瑞友的话也表现的，像我们的测验，他表现的也是不错的。那我们觉得都是充满希望。张家新讲，射击比赛稳定的技术是上基础的，搁来就是选手的心理状态，只要有法度正常表现，相信要摕牌转来拢是无问题。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桃园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本土疫情，即阵摊开真侪所在，即马是要求讲爱做过3档预防针才会当出入。结果伫网络顶头，就有人伤康伤芳，特别做过3档预防针的小黄卡。警方伫昨暗已经抓到姓陈嫌犯啊。初步查出并没有成交等记录，那全案移送
将移送新北检侦办。那我们强调，新北警，绝不容许有人趁机大发防疫财，那绝对从严追究到底，绝不宽待。这个27岁姓郑嫌犯目前已无头路，伊是伫网络顶头被做过3档的伊封下这个小黄卡，随后警方掌着。初步调查，伊是透过做图剪接的方式来假造，也未被出半张，就互警方移送法办。警方是呼吁民众唔通买嘛唔通买，这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上悬会罚15000块。在地上大条，咱继续关心昨昏在嘉义以南的县市病例数上济是高雄市，高雄有145个本土病例，大数的临床厂均自感染，各加22个人去围着。若嘉义太保嘛有某一间工厂，27个员工内底，即马已经有20个人确诊啊。另外，各县市即马嘛陆续拢在启动轻症点厝内照护的措施。确诊者去过市场继续来消毒，屏东市新增加40例本土的确诊个案，一波总计已经达到379例，比去年5月Delta病毒的威胁确诊数大幅来升悬。即轮已经启动特殊照护44案。官府为着因应未来的需求，考虑防疫计程车风险来提悬，其他县市也大部分收费。屏东县的这个防疫计程车也开始改用跳票的收费。开始实施居家照护所以可能他们这个案量会比较多这样子。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考量，所以政府这边才会让我们这个防疫计程车的部分开始做这个跳表收费。疫情无例外进行，嘉义以南的县市已共用市公布145例上罪，其中特定的5路场所，搁再增加7例，大数临床厂互相小话22人去围着。在裁剪之后呢，我们确定在2楼跟3楼的部分，在第2圈、第3圈的接触者，像同住家人的部分，目前是在昨天的扩载当中没有确诊者发生。嘉义县也逼出工厂互相小话疫情，因为南北来回的送货员确诊，暴力检查出太保市某工厂27名员工，其中已经有20人确诊，12例是嘉义县的个案，有7例是嘉义市的个案。工厂有分内厂跟外厂，那内厂的部分，目前我们有3个大家没有看到暗号的，是因为中央还没有公布的哈。随着确诊人数增加，嘉义县、嘉义市也拢启动特殊照护、轻重症分流、维持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进行馆有加班活动，严阁有一个民众敢真正遮好运，伊一个人就抽到35个奖，加起来伊是赚到66500块。严阁中华县政府即马是认为讲，这个民众可能有变步摕发票，毋是真正有买遮尔济物件，即马等待调查。这个月12日，中华县府一部抽奖活动，要抽出进行县中华加倍奖项。在我们6月30号之前，在彰化县内消费满200块就可以参加摸彩。县长王惠美也参加抽出幸运儿，不过看中奖名单，未少人感觉怪怪，因为这位生肖民众连续出现几摆，为3奖的2万块到8奖的500块，拢有伊名甲序号，尤其是8奖甚至中奖19摆，总共中奖的次数有35摆，总金额66500块。中华县府队长认为无实在消费可能性真高。我们每200元可以产生一个序号，那最高就可以10个序号是2000元。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收据，刚好消费金额都是在2000元左右。县府表示，甲本人联络生肖民众讲有收集发票甲收据，了后登录参加抽奖。不过煞讲未出具体消费情形，而且参加抽奖发票大部分是伫特定点头摕到。县府研判无实在消费几率真悬。不过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因为抽奖规则无够明确。也没有明确的标示出就是本人或是上线只能几张这样，对吧？那如果电脑选出来几乎都是他的名字的话，那就是要看是不是那电脑的规则设定有错误。有人认为是纪律问题，不过有人认为同时就35个奖项机会真小，可能有抽奖无实在进行。甚至为生肖的民众也无领奖，不过县府表示，若查证事实，牵涉伪造文书甲违反营业税法，会移送司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梅仔当地大出，今年南投梅仔是水果好食，产量嘛真济，也毋过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价销无啥好，农会用较悬的价销来收，做加工品替农民斗销。一粒一粒的梅仔生甲大粒阁真水。今年因为天气冷，雨嘛高，毋管是梅仔的品质，也是产量，拢比因年阁较好。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搬上转货，煞造成梅仔销无路，价销是落真济。尤其在盘商各个食品加工厂，它去年的清明也有一些囤货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有一些囤货，所以说造成一些盘商不愿意进到我们的产地来收购青梅。为着卖互农民的心花拢学有去，南投县农会决定以每公斤13块，也是比行情搁较悬的价销，来向县内农民收梅仔，互因真甘心。为了我们要保障我们的梅农的基本的经济收益，所以我们采取的跟往年一样，保障价格来收购。农会有甲咱代收吼，足好诶，政府有来甲咱安尼斗帮忙遮农民吼，遮农民的生活有较好啦。梅仔有真侪膳食纤维，会当帮助消化，尤其南投的梅仔品质好，真受欢迎。农会以原价来收梅仔，若照顾到农民的经济，嘛同时保护梅仔产业，帮助饲梅仔、敬梅仔酒等等的文化会使继续发展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台南南区有一间咖啡厂，已经经营一家子，内底有一台要2层楼高用檜气做的咖啡机，是60当前请师傅做的，工艺真有路，一支钉仔拢无，真有历史嘛，真有特色，而且头家佫保存，佫真用心咧保存，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台南南区有一间米家，目前佫保存一台2层楼高的机器，是用檜气做的，而且全部拢是斗榫头，无钉钉啊。头家讲到今尚无有60档的历史啊。上少我迄阵还未读册，国校还未读。还未读。哦，你看还未读，迄60档前。即马这就是我4、5岁迄阵用的。哦。无叮当哦，衫啊、古做有诶无诶，这就是拢中部的师傅来。中部的师傅。嘿，拢来遮大。哦，还个煮好食啊大，会当用着笋的，因着拢全部插笋。米家的头家许善时讲，台湾较早是农业社会，细汉的时阵，逐工一透早开门，都有农民载稻啊，要来加切啊，机器是芳到半暝才通休。切啊加好，糙米变糙米的时阵，就是对遮出来，就是对遮出来，这就是2组，但是这支就是咧操作的啦。哦，这支就是。你袂当2项拢教，你会当要教糙米，这就单独一条；啊，你若要教切啊，就爱甲这种机械连过来。头家讲，这台机器是有过保养过的，摩打甲皮带是日本进口的，用过耐操，收落来会继续保存，留予后代，真侪引过咱台湾农村经济见证。记者综合报道。市街场、市场有当时也传出歹味，会造成附近民众的困扰，就引起抗议。但屏东万万乡公所甲环保团体，也个屏东科技大学，即马有合作，收垃圾水发价来处理，嘛甲处理过这垃圾水提供予农民压肥，推广循环经济。坐坐徛过便所，拢会定期请水肥车来抽废水。市街市场，逐工嘛产生侪侪排泄物。迄寡垃圾米若是无好好处理，会造成环境污染，互附近的居民生活真歹过。但是若好好利用，会当成做农作物上好肥料。所以万万乡公所甲环保团体，佮有屏东科技大学合作，带头处理迄寡废水。我们的农事访查员，也就是负责人，这一个负责人呢，我们会配合着我们屏科大的志工学生们，来编成6到7个人一组，然后针对这个牧场做早扎跟早育的媒合给农民，让早扎回到我们这片土地上面。废水经过发酵处理，无论是水也是泡，拢会当当作肥料。万万乡公所安排农事访查员去了解农民的需求，
甲处理过废水提供予农民后肥，而且由乡公所收购废水，卖当控制畜牧业卖污白捞垃圾水来保护水源。希望我们的早扎早育的媒合，在公部门跟私领域的结合之下，甚至品科大产官学的努力之下，让我们的畜牧业能够永续的发展，更让我们的环境能够得到永续经营。慢慢乡公所表示，乡邻的畜牧场真多，若无管控会增高造成污染，所以因以减少环境污染做目标，招各领域的专家来合作，和废水有个利用的价值，希望达到循环经济、友善土地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即马学台语当着时，咱来看台南新市区的台语文化班，内底有一个学员谢美燕，对头起生伊是袂晓写台文，严格打已经会晓写几篇的台语文章，甚至佫有出一本台语册来孝念伊的大官。掀开古水的红仔图封面，内底毋但用全台文写文章，也有押韵的四句联，阁有记录过去的相片甲古水的图画。这本头版的大官是作者谢美燕写来纪念敬重的大官。伊过身的时阵，阮想要甲做出版一本册，一直用华语写袂出来。拄啊3年前，我来台语班。学着台语了，会晓学罗马拼音，学用罗马拼音来写台语，安尼话我就把这个故事足简单甲伊写起来，因为迄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话，毋免阁经过改造。作者谢美燕是台南市新市区写来台语文化班的学员，拄开始会晓讲，袂晓写，对董phong正老师学习3档的台文。即马阁有法度用台文来记录因大官的一生，也招厝内大细做伙来完成这本头版的大官。包括伊的查某囝，包括伊阿孙，画插图、画图，画呢拍电脑哦。画呢来拍这个罗马拼音。谢美燕表示真感谢董phong正的看教，予伊学会晓台文，和家族同齐来出版这本台语册，甚至连伊的查某囝也伫咧过程当中顺续学着台文。因若讲师董phong正也是真欢喜看到学员的成果，希望予愈侪人有信心做伙来学台语。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朝天宫有全台湾规模上大的千里眼顺风耳的将军团，即马经过县府审议，已经通过授证，登录做云林县武行的文化资产。北港妈祖出巡负责在乱桥前护卫的千里眼顺风耳，是由200多名会员组成的专业团。不管是千里眼顺风耳将军的超值，还是身上包括心头护地、身躯的特价寸桥放用、绣衣和组装。都是由专业团人员完成，真有文化保存的必要性。包括传统的在塑胶、跟编织，有法度3个杂稿来照片来参加。这上重要当然是千里眼爷公本身咧行的这技术，个因家己个去合办合样去做迄个这千里眼爷公的身躯，包括头嘛是因经过选的方式去做这头吼。台湾文史工作者吴定兴表示，过去历史时代，到千里眼爷公工会，不过在1993年才是号名为专业团，今年经文管府审议通过修正，定为云林县无形文化资产的民俗。重要民俗能够持续代表我们这个妈祖宗教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重要性。后续云林县政府呢也会针对这些重要的民俗跟技术保存呢来辅导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论证，还有就是传承以及后续的一个推广。文管处表示，北港专业团千里眼爷公8年来参与北港了解野生活动拢无中断，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经有33团分龄。现在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民俗，未来卖透过相关计划辅导，做到完善的记录和传承保存。记者为您报道。4月23早日是国际阅读日，嘉义市政府有邀请全国17间独立册店甲33个文创业者做伙举办市集，希望透过市啊，互民众体验看册趣味，嘛了解独立册店的精神。册档头前，民众专心找家己买爱的物件。4月23是国际阅读日，嘉义市文化局甲在地独立册店
邀请台湾各地有特色的道理册店举办活动来推广活动，当互咱了解到因每一间的生存之道、推展读册这个文化，拢有无同款的手法。就是来这边可以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来遮参加活动的道理册店，每一间拢准备无同类型的册，有在地文化人权等等。甚至阁有册店家己做台语文的教具甲文创商品，要来推广台语。台湾的罗马拼音啊，这个其实已经在台湾用了100多年以上的这种拼音的方式，来教不管是不是小孩，外国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学台语。每一个独立书店都是一个另类的微型图书馆，但是每个店老板都有自己着重的面向跟想要跟他的读者沟通的理念。他这个活动跟一般的活动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文创，然后比较有亲和力，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嘉义市文化局表示，4月23日是国际阅读日，道理册店提供民众多元的阅读方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培养民众看册兴趣，和丰富阅读的内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科学家爱因斯坦伫1916年根据广义的相对论，有讲有动力波这款物件存在。清华大学的天文系所最近就伫学校的图书馆用天文做主题，设计出动态个深色的互动艺术作品，让民众了解动力波是啥物物件。操作手中的开关，透过游戏的方式吸引宇宙中的天星，两人互相比赛，过程中了解暗光星的奥妙。那在透过这个游戏当中，我也可以跟朋友分享我所观察到的星体以及这个宇宙之间的奥秘。功能键它会让黑洞质量放大，那放大的时候，你就因为质量变大，所以你会吸引更多的球体，你会发现你的力量比较大，它几乎都会让你的力量转。等落去几啊粒的金珠啊，模拟星球互相转射几粒。清华大学以天文做主题，用视觉、听觉甲互动艺术的方式，希望让民众对宇宙有更较深的认识。在清大图书馆要等到5月7日。科学，所以希望就是透过展览、科普，希望就是民众可以知道到底我们天文学家是做什么类型的研究，然后我们应用的那个技术到底在未来可以有什么的进一步的应用。现场可以使听到科学家甲侦测到的重力波，透过转化变做音波，实在真趣味。民众透过体验，直接感受到宇宙中的心跳声。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委内瑞拉的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美是带领洛杉矶爱甲交响乐团勇敢创新，头摆用手机来演出歌曲，带乡亲做伙来看。这出融合几多种艺术表演的歌剧，有独唱、中唱、合唱、解说、舞蹈。一般剧情拢对着音乐伫咧变化，也毋过要安怎用手舞来表现呢？委内瑞拉的指挥家库斯塔夫·杜达美带洛杉矶爱乐交响乐团突破挑战，甲龙年西部剧院合作，伫欢乐迪士尼音乐厅舞台共同演奏乐圣贝多芬的歌剧作品《费戴里欧》。Now understanding what happened inside Beethoven, why his music, why Fidelio is so deep, is so profound, and I think it's the right words. It's like a revelation for all of us. 伫舞台顶，每一位声乐家拢有一位听得上的演员搭配。合唱的部分是委内瑞拉的白手合唱团，因是一阵听得上的儿童甲青少年组的表演团体。有的人用声音唱，有的人比手舞。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制作团队伫咧舞台正头前，观众看袂到的所在，采一个特殊的荧幕。有一位手舞翻译员，甲听得上的演员讲剧情的重点，声乐家也用一寡小动作，互听得上的演员知影因伫咧曲调的位置，像舔一张被听起来，或者是坐落来。制作人希望这部作品会当互表演艺术带来改变。Is the most powerful way, really, of
informing the world about our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And I think 2 hours in one of our theaters is better than reading 500 pages in a book about the deaf community, for example.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即个月有公布6个国家被地质景观列入去世界地质公园。这个所在因为有生态的保育价值，也是本身就是人文遗址，所以互列入去名单内底。目前世界地质公园全世界计共有177个，伫46个不同的国家也是地区。森林内底树啊生甲真水，这是芬兰的萨尔堡斯冰质岭地质公园，面积4506平方公里，人口177000人。园区内面有21派地区雨水坎条的，也有一半是森林，因为水真清，也有储存伫咧冰川溶液了所形成的岩层内面，互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做世界地质公园之一。今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的也有7个。希腊的开法利尼亚伊萨卡是一个岛屿群，顶头有真侪特殊的山洞，伊地质的历史会当追溯到2亿5000万年前，是史前古迹甲修道院所在地。罗马尼亚的乌泽布受丰富的甲虫、蜘蛛、爬行动物甲甲壳类动物的化石，也有最后一片冰河时期陆地食物、哺乳动物甲鸟类有4000万年的历史。伫瑞典的普拉图巴伊安有15座山，山顶变甲敢若一块岛仔同款。伫北欧的维京人，11世纪初起一座石头教堂，也真有历史价值。There's several possibilities to engage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not only for conservation and for preservation, but also to foster tourism, or at least geotourism or ecotourism. 另外，还有巴西的兰博峡谷路径加塞里多，还有德国的里斯、卢森堡的米勒塔尔，分别以森林、峡谷、流星坑、山岩等地质的景观，或者是61年的历史等原因，具有生态保育加人文魅力的价值。Making a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food and landscape, and actually using this for marketing purposes. 这被世界地质公园列入名单了。目前全世界有46个国家地区，总共177个地质公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尾的目标是要选出全世界500个值得保存的地质景观，来加强保护和自然生态、人文景观会当永续保存。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日各地是高温烧热，西半部高温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若过昼会落西北风。拜三的时水汽会变较济，北部、东北部会小可变天，会降温卖落雨。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今日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19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